可以指下佢，係啦係啦。OK， 扮影，咁多兩下可以一次過咁多幾下，舉起嚟可以睇啊。大家好，歡迎嚟到騰龍嘅 YouTube 頻道。今日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騰龍嘅最新廣角變焦鏡頭，就係呢支16到30mm f2.8，然後 A064嘅 Wide Angle 鏡頭。呢支鏡頭咧今次就一次過出晒 E mount 同 Z mount 兩個掹口，變咗兩個掹口嘅朋友咧都有新嘢玩啦。相比起17到28mm f2.8 嗰支舊鏡頭咧，呢一支鏡頭就影歪咗1mm， 影遠咗2mm。咁喺呢個鏡頭運用咧就更加有彈性啦。咁究竟有幾彈呢？一陣同大家出去彈下。有新鏡頭介紹，又係 model 嘅出場啦。咁我哋今日就有阿 Emily 嚟幫我哋手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Emily。Emily， 你除咗係 model 之外咧，咁你平時都會做啲乜嘢㗎？咁我平時除咗返學啦，亦都有啲拍戲啊，做演員啊，同埋亦都有拍一啲綜藝節目咁樣咯。咁大家對阿 Emily 有初步嘅認識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去試下啲新鏡頭先啦，好唔好？循例介紹下鏡頭嘅資料先。鏡頭嘅焦段係由16mm到30mm， 光圈就係恒定 f2.8。鏡頭由12組16片鏡片組成，採用防塵防水滴設計。鏡片面塗有忽塗層鍍膜 ，filter size 就係67mm。鏡身配備 USB Type-C 插口同自定功能掣，大家可以自行 update firmware 同設定鏡身功能。摩打就採用 VXD 線性自動對焦摩打系統，令到對焦嘅速度更快更準。鏡頭採用內變焦設計，鏡身重量分別係 E mount 嘅440g 同 Z mount 嘅450g。由於鏡身比較輕同採用內變焦設計，所以相當適合放喺穩定器度拍下嘢。最主要係唔會受到 zoom in 同 zoom out 嘅時候影響到穩定器嘅操作。而女孩子只要駁翻支小型嘅手柄，就可以好輕鬆咁玩到自拍。大家可能會見到有 G2 第二代呢個字眼出現，主要係因為17到28 f2.8 嘅成功例子。廠方喺研發第二代廣角變焦鏡嘅時候，以17到28mm 作為藍本，將最新嘅設計元素加咗入去。除咗焦段做成16到30mm 之外，亦由 RXD 摩打改為 VXD 摩打。而鏡身只係比上一代嘅17到28mm 重咗20g，同高度高咗2mm， 令鏡頭喺 2.8 大光圈之下仍然保持佢嘅實用性同便攜性。而呢一支將會取代17到28mm， 成為新一代嘅大三元其中一位成員。16到30mm 呢個焦段，除咗適合用嚟影下風景之外，有時間嘅話用嚟拍下 timelapse 都唔錯。喺影夜景嘅時候，我哋又可以順便睇埋支鏡頭嘅星芒表現。呢幅相就係用咗16光圈6秒快門 ISO 50去影，大家就可以睇到呢支鏡嘅星芒表現效果。大家應該都好想知道之前嘅17到28mm 同16到30mm 兩支鏡頭影出嚟嘅視覺畫面有咩唔同？雖然話只係歪咗1mm， 但確實影出嚟嘅畫面亦都係廣闊咗。而30mm 影遠咗個2mm， 可能喺影風景個效果冇咁明顯，但如果運用到人像拍攝嘅嗰方面，比起用28mm 嚟影，又真係可以幫到手。
跟住就睇下16mm 同30mm 兩個焦距嘅單點對焦效果同眼球追焦嘅效果。然後我哋就睇埋鏡頭嘅最近對焦距離。鏡頭喺16mm嘅時候嘅最近對焦距離係0.19米，而鏡頭喺30mm嘅最近對焦距離係0.3米。呢支16到30mm f2.8 鏡頭最適合用嚟影風景、拍片。30mm 嗰段亦可以用嚟影下人像。遲啲到影星嘅時候，可以再同大家去試下佢嘅星攝表現。今日16mm到30mm f2.8 呢支鏡頭嘅介紹呢，就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對呢支鏡頭有咩期望同埋呢個意見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討論下。而今日呢，就多謝阿 Emily 幫我哋手做呢個 model 嘅，咁下次有機會新嘅 product 出嘅話，我哋再出嚟玩過啊！好啊，冇問題。係啦，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呢，記得 like、comment 同 share 訂閱我哋嘅頻道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最緊要就係 follow我嘅 IG。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拜拜。我電話響，唔知收唔收到？應該收唔到嘅，放心。